台南前消防局长李明峰因为救灾车贪污案被廉政署约谈，其中伊斗阵的阳性女子竟然有法度承担50几只放扑的消防车的采购案，和消防阅历连续8年拢是这名阳性女子的另外一间公司负责去印的。干那这个标案总金额超过1亿，嘛因为犯罪嫌疑真大，半暝啊，李明峰甲阳性女子当庭被逮捕了。 这套系统呢，几分钟啊，2分钟就把这个熊熊的大火就扑灭了。在台南做15档，姓李的前消防局长，过去伫咧家府高压泉水碰扑消防车记者会，几礼拜对外说明救灾车的各种优点，建立专业清廉的形象。然而如今，伊牵涉到救灾车贪污弊案，李前局长昨好检调约谈，今日早起当庭逮捕。 因为犯罪嫌疑重大，检察官已经向台南地方法院申请羁押禁见。搜索8处地点，传讯被告证人共10人，李姓前局长、杨姓业者共同涉犯贪污治罪条例，欲令当庭逮捕。 向台南地方法院申请羁押禁见。检调调查，伊敢若道理特定的厂商含一个姓杨的女负责人，共同讲价300万。最要谢谢的就是我们的火灾预防科，我们给予我们全部的支持。姓杨的女负责人，过去8个礼拜出现伫台南消防阅历的记者会。 调查发现，伊名下另外一间公司连续8档拢是消防阅历唯一的承办单位。伊佫轰炸出牵涉到50多台高压泉水碰扑消防车采购案，估计总金额上亿。李前局长因为有关键的款项，敢若是叫姓杨的女子担任白手套出面和厂商交涉。 事后，2个人和消防设备业者学习，协助摕到销售的利益，以及和上新资料有关。我们全力配合检联的调查，那提供相关的资料。因为李前局长甲杨负责人关系大吧，即卖个共同牵涉到贪污的争议。这帮伊所写清廉团结的百变，也互人看到真惨目。 Hello， 我是易景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的YouTube 频道。